清晨時分，大家啱啱起身，偉希會喺街站同大家打招呼、講早晨，聆聽街坊嘅心聲。日頭好多時，我會穿梭大街小巷，跟進樓宇管理同民生議題，一步一步為市民服務。夜晚，偉希開展唔同嘅活動，滿足居民需求，又會協助大廈召開業主會議。無論協調糾紛、部門視察、社區探訪，抑或係議會發聲，我始終相信建設美好社區需要每一個人嘅參與。我係立法會選舉九龍西1號候選人關偉希，一直深耕社區，服務唔同背景嘅居民。我了解勞工朋友同基層街坊嘅心聲，我明白雙職家長喺育兒照顧家庭面對嘅壓力。我同青年學生一齊服務社區，了解佢哋對於未來嘅期盼。我同老人家喺公園一齊談心，懂得關懷嘅重要性。我知道每一道聲音都值得被聽見，每一份需要都應該被關注。偉希承諾大家會將你嘅心聲同期盼帶入立法會，為勞工基層發聲，為支援家庭出力，為我哋美好香港共同奮鬥。12月7號，懇請各位投我1號關偉希信任嘅一票，攜手推動社會向前邁進。